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话是满仓库，剧情厝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去来吃这，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安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收看，天天要开心。今日要跟咱讲的吼，就是讲红仔某的秘密。哦，高君先生，喂喂，请问你吼，你甲恁某敢有什么秘密？袂使讲的秘密，怎么讲会出婆啊？你即摆唱的这条歌，敢若阮查某囝咧唱。有一天吼，伊住伫阮兜啦。 啊，这透早爬起来，甲阮迄查某囝吼4岁哇，两个唱这条唱几暗啊！因为有当时啊，哦，咧秘密哦，袂使甲某讲啊。比如讲哦，我若当时要甲哦朋友要去婚蜜的啥，对无？啊，当然咱就善意的谎言啊。对，啊，咱红请请讲，咱买请人啊，咱咱就一寡西客啊。对，啊，迄就袂使讲啊。啊，所以顶工吼，报纸毋是有一个新闻就好笑的，讲咱台湾有人钓迄个大乐透，吼，啊钓好像3亿多，要到4亿，伊拢唔敢还某知。哎，真那会秘密，那会唱会调，迄若是我一定会讲的。对，因为咱会欢喜，你知无？系啊，会。 喜形于色，对，你讲的这我有想到，伊这个人个真有自卑心啦，一关3000通万出来哦，出现机关做爱心嘛，做爱心。啊，而且呢，你要看，伊个靠毋知20%啦，啊20%了后，这个关3000，伊剩的嘛无偌济啊。哎，咱若讲到秘密，这对我来讲哦，我若是真心对待一个人哦，我是完全拢无秘密的。哦，嘿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啊，即摆当然已经无。 没有另外一半嘛，我是讲，伫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是完全拢无避避。不是没有另外一半，是你不要，你要有几个都有。对呀，你要吧，要我们就帮你介绍。是啊。谁演啊？谁演啊？谁演？但伊讲哦，有个人唱西客，足好唱。什么？我阿爸足好唱，我阿爸做目青吼，家己天棚啊，记一块什么活动的，啊若着落土啊啥就捡起来，啊就吼啊拢去离啊，无咧加载，叫阮老母啊看到，有阮阿爸带起来都拢无人知。我阿爸真正带起来，啊带起来我母阿良啊，我讲你甲看天棚要看卖，我看你阿爸吼进前在生的时候，定定都在咧摸，都在咧吐，唔知你啥物啊？我这个摸到一块，土边啊。 饮个哎后金啊，后现金。哦，好你家仔真正不好看，好你家无这声哦，若叫人来请价，都叫请价师傅提去。哇，大家分甲偌欢喜的。啊，长青大哥，你敢会偷唱西客？我袂啦，我真的袂。我是会偷唱婚啦。偷唱婚哦。阮某就叫我结婚，差不多伫6、7年前。是。啊，我就迄当阵想讲结婚好啊，我甲答应好。啊，就从那开始吼，就拢无食婚。啊，但是拢会禁袂掉啦，改袂起来。 开袂起来，啊，就即晚满是加唱。迄敢若迄一台车唱超3位。你真好唱哦！啊，煞就讲咱的剧组吼，咱就拍戏想讲拍戏的时，拢定定爱见面嘛。我就寄伫迄副导演遐。啊，人有一摆吼，阮某拄去来探班，来探班，他就讲，啊，迄个副导看了，啊，长青嫂，啊，你老公那个香烟哦，寄在我这里寄很久。 很浪费。人说是为着你的健康呢，吸烟有害健康呢。我食薰嘛足够的呢，为着我阮某知影吼，讲我有偷食薰，我拢看风势，风哪安尼吹来着，你就向迄边。啊对，安尼。啊爱安尼哦。啊，而且免往你的镜头啊热薰。啊不用啥，爱用咪机。安尼。因为镜头爱用咪。哦，你不内行哦。啊，食薰了后呢，爱个吼洗嘴。 啊个鼻孔嘛爱洗，哎呦，鼻孔哦爱吸水。你规个头都会水这都要刺刺的。我这无食薰的人对薰哦足敏感的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讲真的，咱今日吼一开始就讲遮尔趣味的物件，我相信吼，过来和朋友看会更较趣味，就是咱轻松佮趣味的得叫。到底是迄个
遮个网友吼较干巧，啊是咱遮个戆变性吼，啊凊彩2句话就生气用摆去。是讲才咧讲啦，你少年人吼足无智觉的啦，食到几岁啊，佫较容易互骗。啊，这个网友吼，若无紧甲掠起来吼，社会就袂安宁咧。对，头家娘，你讲的确实有理，一定爱甲装起来啦。对。对，我拄则伫遐看到一个查囡仔坐踮遮尔吼，安尼戆神的，敢会是恁要找的迄个查囡仔？即摆人咧？你走位遐去啊？我想应该是小无毋对啦。哎呦，我是讲这查囡仔嘛真害呢，遮容易就去互骗去，即摆干那会当吼，希望伊紧觉醒啦，啊紧转因这身躯边，较免得互人大家安尼为伊咧操烦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哦，我变嘞，小小银子啊，我咧大出手哦，一个佫包到2万块，无简单。啊，歹啦，我钱拄摕到底啊，还摕袂少，莫卡手啦。阿公哥哥，我甲你献兄的啦，莫紧张啦。哦，糖哦，你都知我无胆，我咧甲迄惊。是的啦，这红包敢是小红姐啊？你红包出？对啊，伊互我呀，哇，才有2万块，嘿啊，到时咱挑来去看电影、啉咖啡、食宵夜、踅街、买衫、你，这钱要讲收？无咯，姐，迄是我吼，迄卖肉赚的钱呢。是啥物咧卖肉赚的钱啊？你无看哟，我这规身躯拢互伊照甲全伤，人要甲我服药，要甲我赔偿的呢。啊，人受风啊，迄也毋是挑工要害你着伤啊！迄今仔话准就是我嘛是安尼做啊。咱做人要将心比心。这毋是啦，我跟你讲吼，这钱我要爱啦。啊，你都袂用，这行啦！你，好，恁吼有代志好好啊参详，莫生气，莫冤家吼。对，糖糖，无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原来赞成讲我甲这钱摕去行受风？我无赞成，啊，毋过我嘛无反对。啊是讲吼，这包钱要收不收都可以啦，嘿，拢会使。好，安尼意思就讲要收啦。我等你电看卖。你做啊这就咧外行，做啊这咧外大，大家拢讲你假假赢。你奇怪呢？你若有要买啥要食啥，我都拢会摕到钱互你啊！啊，这钱就是爱害人啊！这怪。好啦，阿坤哥哥，无你这边吼，你就请你一个话，啊若讲吼看电影、食宵啉咖啡，我请你啦，好不好？安尼歹势啦。喂哦，喂嘛哦。哎，袂啦，我昨就讲袂啊啦。袂啊吼。嘿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这吼活动时啊吼，都是无啥运动啦。你看这阿妈棍筋拢顶翘翘，你看。哎呀，有岁啊啦，有岁啊，欠运动，无这运动。袂啦，但你看起来佫较少年，你讲你老啊，哎呦，咱就开就好啊。哎呦，哦，手开就好啊，莫哎啦。即摆是安怎是啥物？这里掠猪小太猪哦哈。哎呦，对，哦，好，腿乱开吼，就较轻松，你看嘛，你当时看。哦，有影呢，规身躯拢软高高啊呢，他拄啊顶个好食，真好。讲真诶，你的功夫真好，你的抓力吼真正足厉害。无影啦，你唔甘嫌啦，我可能捌吃啊尔啦。那个，啊啦，哼，我甲你讲啦，迄抓力唔好接抓啦，迄抓力会惯死啦，啊到时哦，人若转看你要安怎就好。袂啦，我紧啦，然后请哥哥要抓力哦，敲一通电话我就来啊啦。有听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我若要抓人专工安尼为我来一撮，安怎？你会赢未？你会赢未？安怎？小英姐啊，这是昨昏你包互阮棍来的红包，害你。喏，你是嫌我包了伤少呀？毋是啦，毋是嫌伤少啦，啊你是为着恁小妹仔的代志，这阮嘛拢通人知啊。啊你害阮棍啊受伤，迄嘛毋是挑工的啊。所以哦，这个钱吼，阮袂收啦，啊嘛袂怪你。对啦，小芳啊，啊，就听你的话，你甲红包收转去啦。
等下吼，你找着小妹吼，你才请大家一摊。安尼哦，无问题啦，我一定请你。好啦好啦，恁开讲啊，我要来办代志。君啊，你还阁有啥物代志通啊办？我要来去找秀秀啊。哈，你要找秀秀啊？我跟你来好吧？哦，你真正讲袂出声呢。你还知呢？恁秀秀看到你是敢若袂是看到鬼灵的，伊会眯起来，眯起来是要安怎找？你都做内底等我的好消息啦。安尼哦。啊，我真麻烦你啊。好啦好啦，你留喺民宿啦。小等下吼，咱来房间的。好，我甲顶衫脱起，咱倒去面前。你规身躯甲掠掠。对，上好吼，脚底先来甲掠掠。掠脚底。脚底我还阁有猪油吼，你先甲抹抹的，它油压，阁刷咧吼，迄骹皮煞甲写。哈，我无早计时头来。我有菜刀。姐啊，喂，你规矩吼，看你倒位啊会疼，倒位啊会唱吼，做一遍讲咧。那你讲的，我拢规身躯拢袂疼，嘛拢袂唱啊。秀秀啊，你伫倒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哎呦，我咧想吼，秀秀应该袂离开这个所在才对啦。我看我拄则等。应该伊若看到我吼，会主动出现才对吼。公哥哥，糖糖哦，你哪会遮好？你伫遮等我下课哦？我，你毋是咧等我，你甲别人有用？你莫误会啦，我是咧等秀秀啦。你甲秀秀约好啊？约是无约啦，但是我咧想哦，伊应该会出现才对啦。但是伊即马知影秀芳姐啊，你找伊，伊敢有可能主动出现？这是真歹讲啦。啊，毋过我有预感哦，我知影秀秀的人哦，明显伊遐无情，看到我应该会甲我见面才对。但是你甲想看卖啊咧，伊即马吼去啊，即个网友安尼骗到戆戆西，啊等伊吼若知影一切真相，一切拢是空，迄个时阵吼，迄打击会足大的呢。迄有影哦，迄受刺激、受打击遮尔大啦，挡袂牢，这想袂开的，迄落。自杀？这真歹讲哦！我甲你讲，迄爱情若去用欺骗哦，迄是比什么代志搁较严重哦。你无听人讲爱情这条路足歹行的哦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。所以讲，糖糖啊，我是感觉啦吼，咱两个莫搁拖落去啦，你莫甲我拒绝，咱来去结婚结啦。哥哥等下。啊，若是讲吼，我甲你拒绝的。你甲我拒绝咯，安尼我是会。你嘛想袂开哦？无啦。我惊疼，搁惊找医生，我无迄个勇气啦。我吼，就是介意你这种贪生怕死、胆小如鼠，搁有能屈能伸的个性。对啦，大丈夫看到危险就爱跳走啊咧。对啦，啊是讲真诶吼，我若拄到这种的情形吼，我嘛无希望吼有人为我做戆代志，因为咱爱尊重生命啊。哎呦，我真疼惜我家己的性命。好啦，哥哥，喂，你放心，你较继续拍拼咧。等到有一天吼，我这想通啊吼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安尼哦，好，我等你吼。好，安尼我有代志吼，你慢慢等哦，拜拜。好，慢慢行哦，有困难你就下过哦，有车来你就扶落哦。赞，糖人要互我机会，安尼我就有希望啊。梦啊，等，我就我的啊。阿哥鸟，你咧无闲哦？我听哦。我知，你咧收迄个团购的费用，来，这1万块，你算看咧。免算啦，伊咧信任你啦。袂用个安尼啦，迄钱项的代志爱算互真少，吼。好。阿哥鸟，无毋对啦，拄我1万啦。安尼好。到时阵迄物件若来吼，我会甲你送过来。好，落来了。袂啦。恁两个搁在偷人啊毋去哦？你毋通甲你的飞机啊爬过墙尾啊呢？你讲啥？无，我拢无讲。哎，钱啊，我是和头家娘伫网络顶面有团购，是过来甲伊收钱的啦。你莫当遮黑白相啦。袂啦，是讲会长，团购你哪会无甲我招者？钱啊，你嘛真趣味呢哈。顶届人咧招迄个网络民宿的活动你都无愿意这届吼，大家要招迄个团购，你敢会答应？你迄网络行销甲这团购是两回事啊。
啊，要答应唔答应，迄是阮兜代志啊。啊，你是做会长，任何什么代志，你更爱甲会员通知啊。这嘛是做会长的起讲，对无？歹势啦吼，请你知啊，咱借问一下吼，啊，即摆吼，阮要担即个网络顶面团购，啊，你是毋是要参加哈？顶摆这个网络行销，我是不爱参加，因为我看迄吼无实在啦。啊，若即摆团购呢，我嘛共款无爱参加。钱啊！啊，你这明明就是刁故意咧共刁难的嘛！头家娘，不要紧啦。请你上。啊，正情吼有一件代志啦。啊，你迄宣传单有无？摕去四界湖北共搭，啊去互环保署吼，甲你发这个罚单吼。啊，这件代志你毋知会记得无？会记得。啊，意思讲，即马唔免罚啦。哪有可能唔免罚啦？啊，这件代志我帮你处理好啊啦，人带念着你吼，还头一届啦。所以哦，甲你罚较紧的，6000块呢。6000块咧哦！遐大声哦！本来爱罚10几万，即马剩还6000块那尔咧，你搁咧嫌唔好？我是讲6000块，我接受。还阁有啦，还阁有。哟，啊你吼爱担咱这个社区吼，爱服务100点钟啦。啊，这100点钟若服务完哦，才会当算结案啦。哦，6000块，搁加一个100点钟的社区服务。已经足轻巧啊呢，生活真少，2项，互你选一项。嘿啊，看你要经罚10几万的这边，也是讲要经迄个罚社区100点钟服务的，减罚6000块啊，迄边。搁较讲的嘛是迄经迄款的，6000块，搁减100点钟的社区服务。算你巧巧。阿公哥哥，阿公哥哥，食饭啊哦。无啦，是啦，是我啦，我啦。哦，你哦你，小，较细声来啊。哦，免惊啦，敢若我来尔啦，恁姊也无对来。恁姊也还袂转去哦。啊恁姊也无看到你，哪可能家己咧转去啦？好啦，莫过味啊，我带你去见恁姊啊吼。我不爱啦，伊会阻挡我交男朋友啊。哈？你甲即阵啊，还搁咧想你迄个毋捌见过面迄个男朋友哦？哦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一切拢是骗局，你头脑较清醒咧啦。啊，不过你，伊哦，我讲，伊拢咧爱你的钱尔，你钱你若叫骗了吼，伊就无爱插你啊啦。是讲哦，讲遮咧讲好咧加在，恁姊也要去报案，伊去报案了后，警察就对这爱情的骗子给抓起来，抓起来了后就去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这些就赞啦。哦，你现在要去报案啦？可是伊若毋是你所想的迄种人，那呢咱唔就冤枉好人啊？哦，你这个老什么人咧冤枉好人啊？你到即摆有咧相信伊啊？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甲想看卖，你交即个人交偌久，甲伊见几摆面，啊你寄偌济钱而已，你当作这样都唔知啊？这我跟你讲安怎啦？卖安尼啦，你遐大声哦，小小会拍着惊你啦，哦，人吹着就好啊。你唔知迄小小，你闪啦！小小，即摆跟我来倒，以后代志吼，我袂甲你计较。我不，你们知不知啊？小小，你两个唔爱，我安尼啊，你讲我讲都来走小小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小句特别跟咱讲的就是看人。咱讲看人爱看好准，爱看好清，爱看好明。要若无呢，你真正会死甲真歹看。哎呦！所以讲有一句俗语就是讲，唔捌会请人看，唔捌人死一半。哦，这严重的哦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啊，像讲你有做一间公司，还是讲做一间迄个杂货仔店，拢共款。你要请人，你一定要甲问讲你的专长什么，你的兴趣是什么，你一定要甲问个斟斟足足，你才甲请。哦，因若无看到讲一个，哦，体格真水的，
哦，敢若迄个呢，会当做迄个呢，迄个选手安尼。哦。结果咧，都甲请来，啊，无甲问讲伊搭有专长啥物，甲请来，哇，逐项袂晓，哇，逐项叫伊做伊拢袂晓啦。啊，都甲你讲好看头那尔啦。是啊，好看啦，都袂用诶，系啊，啊，都从来甲请来，啊，都拢无用着啊，啊，都袂用诶，干那晓，干那看。好看尔啦！啊，干那到尾啊，做愈做愈歹，业绩愈来愈差。当公司强要倒叫。哎呦，我了解迄个。是啊。哦，啊，这咋？毋捌人死一半噻？哦，这个毋捌人死一半。确实讲吼，你若去等到讲迄个死透了。哦。这个真个杀人魔，迄个。哦，迄真恐怖。你若讲看到伊，啊，你佫毋捌伊吼，伊真那受气，伊就甲你死。哦，就死甲真歹看。死甲真歹看，佫死一半。哦。啊，你拄到安尼什么意思？死透了。哇，安尼哦。惊嘞哦。你毋通看到有喙手，你就死。其实这个另外一种艺术，用来解说，就是前一阵仔房仲业啊，就好的时阵吼，卖厝的，嘿，卖厝的，啊有诶，迄是毋是阿伯啊，穿迄什么吊嘎啦，啊底裤衬拖，啊，就入去要看厝有无？啊，迄售屋人员啊，像这安尼应该是买袂起啦，我就不爱甲服务，就去服务迄穿洋装的啦，穿西装的啊。结果伊毋知这阿伯这真正是大户哦，迄这是产桥啊，产桥啊。个你会听讲这个阿伯讲一摆甲买3栋，我都一摆买3栋呢。啊，你这个阿伯还佫算有良心的呢，我看有诶吼，怎活得出去去摆别位？哦，那去酒家拢这种的呢，拢咧站的哦，所以讲这说目睭回不我看到菜花啦。目睭糊糊，把它看到脸部。有感不是泰山是啊。数一个30分钟又过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今咱天天又开心的要奉劝咱，不管讲是咧做生意，还是咧交朋友，一定着爱啊。看清楚。总是命，你啊你，听甲又签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